如果將一對人原地躍起，逃得出這角落，世上亦無慈悲。求救吧，觀眾眼神為兇手打氣，無法自救是你不爭氣。原本慷慨浪地成為自己，殘忍的世人卻要讓你自卑。如果你未能奮起給他勝利，認清你價值由你愛起，先吸收這世上負能量，柔弱別強，當一個善良人，有時純屬取向，小陰影可惡化成殘像。